从细就有一道理向，从细就爱食咩，嘛就爱翕相咩，知道吧？自己因为漂漂亮亮的，嘛就会同欢喜。所以哎，高中就做时尚造型课，都得帮陪人打扮的漂漂亮亮的，自己嘛感到同欢喜。我叫刘一涵，我要做一只动物名的跳南模的设计师，让大家见有我的巧术，有一只东江的跳南模。同学，你们在做这纸服装设计的时候啊，要注意一件事情哦，就是你们一定要留开口，不要做完才发现哇，这个没有开口，要怎么穿上去？眼前也都用纸做出来嘅衫裤，係啲苗栗有名國家時尚造型科地度，做得講係一堂同特別嘅課程哦。因為家庭紙衫褲嘅設計製作，做得本同學結合做條那麼化妝、飾品也都專長，學到整體造型特別嘅完整概念。呢個當當專心啲嘅人專師嘅同學，就係人家我去到職場體驗嘅主角劉一涵。我們現在就在做我們的紙禮服，我們基本上也快完成了。這件衣服其實就是設計出來要穿在真人的上面，因為可能現在環境的關係，大家都是用完的紙都丟，用完的紙都丟。想出這個概念也是想說利用資源回收，地球環保吧。而且我們還是自己穿自己做的，走上台表演。雖然過程中累了點，可是我覺得蠻好玩的，蠻有成就。做得啲學習嘅當中得到成就感，就代表也同課嘅設計確實有實用，有受到歡迎哦。時尚造型課年單嘅目標，就係要聽數年變到係較強，鼓勵其他嘅專業課程，未來獎都有關係哦。我們時尚造型課會學到美髮美容，像美容就是有護膚跟彩妝，那護膚就是客人躺在床上，我們可能幫他敷臉那些，或是按摩，對。可是像我就很不喜歡，因為當你在按摩的時候，你就會一直摸他的臉，就覺得怎麼會有刺刺的東西，摸到觸感就覺得這個是粉刺，因為就覺得可能是個人的問題。我自己本身有潔癖，可能摸到就會觸感就是很奇怪。對，我們還有學到美姿美儀，美姿美儀就是調整我們的體態、坐姿跟禮儀。還沒有學的時候會駝背，一直這樣駝背駝着。可是當學久的時候不會駝背，走路就是很挺胸這樣子走。像我們學校有青少年的關係，所以我們也要走得很漂亮，出去也要有禮儀，坐姿也要有坐姿，不能像別人腳開這樣坐着。我們還要擺下裙子弄一下。看起來數個美姿美儀訓練嘅一下，做得好搞青山泰式嘅旗袍，行起路來正經動態版哦，未當要輕浮啲，唔過啲啱到專業課程地度，雖然做得好多嘅技術，要當到要當法，唔過佢輕中意嘅都係係乜嘅呢？在我們時尚造型課，我最喜歡的就是美髮課。像我就很喜歡編頭髮，或者是幫人家染頭髮，我自己就很愛染，所以覺得我將來想做設計師，因為其實當設計師會有一種很開心的感覺，也有成就感，所以會覺得將來可以走這一條路。好，然後那個馬尾要梳順，因為我們今天要做的是一個蝴蝶形的，再來，好，由下往上，把它插上去，不用緊張，慢慢來。雖然一行前後做條那麼，未來做條那麼設計師，變做能擺職場嘅目標。不過對廿八愛到職場真實體驗，唔但將佢自家當緊張，線上每天聽書記做一個行前模擬考哦。好啦，那再來講一下了。那天我們有講了1到10，哈哈哈，快，我忘記了。來那個，求救，他，快點。 1到10吧。
柳 A， 柳 A 沈心中，等一下，我想，柳 A 汪心中沈心，柳 A 汪 A 中沈心章，黑，张黑，只是会，我相信下次看到我一定全部背熟。好啦，虽然讲顺利还幾冇乜嘅數，不過首先拿出當前嘅學習態度哦，因為人也把就會特別安排一下，來到當出名嘅美法重點，來本經驗豐富嘅做條那麼設計師林義健先生親身來帶記，相信今朝會係一個東南甜餅台又當豐富嘅學習機會哦。欢迎光临。你好，我要找慧娟老师。你是新来的实习学生吗？对。那里面请。好。台湾，这是新来的学生。你好，我是从苗栗上来的学生。是，我现在还在忙，那就请学姐先带你认识环境。好。里面请。当我来到职场，我觉得这边第一眼就是人很多，客人满，然后助理也就是跑来跑去。感觉就好累哦，然后就会心里会有一种害怕的感觉，就觉得哇，我今天死定了，我今天一定会很累毙了。对。點都好無限之差，本章報道嘅一項對南北嘅體驗工作，使到當緊張，好彩學習當親切，唔但將本期當更認識嘅環境。了解所有的工作流程，還甲本期年代當緊張的心情，所以就不用輕鬆下來耶。那我們制服換好了，我們就先站在前面。好。當客人進來的時候，我們就要歡迎光臨。客人走出去的時候，我們就要歡迎再度光臨，那聲音可能就要大一點。所以你們會講就是術語或者是？會。所以你們都有背哦？有，你有背嗎？我沒有。你沒有背？我沒有背。對，那個你要記得背一下，因為我們在詢問設計師價位的時候，我們是用術語，因為畢竟在客人面前是說這樣270，對嗎？這樣客人就會這樣抬頭看一下你在幹嘛，怪怪的。可以來一項行喺當時設計順意無數嘅問題，不過按無限嘅職場項，是冇當到時間本期對象，因為將無限題嘅飛健先生隨出本期隨嘅考題了。OK， 那洗頭就練過，有練過，還可以。OK， 那你現在就是把我當成顧客。好，對，就是讓你洗頭。那麼你要從所有的流程開始。而且你要喝茶還是雜誌嗎？茶，開水就可以。對，稍等我今天會請依涵幫我洗頭，是我想要看看他的學習程度到哪裡了。畢竟他已經是個高2生，我覺得就讓他去練習，讓他實際經驗的摸到，他才會知道自己哪裡不足夠。那這樣就會越來越好。你要從髮際到中心點，就是同一邊啊，對，同一個位置，你要自己默數3下，你才可以換位置，而且每一個位置是重疊1/3。對，這樣會太。這個手要來扶着前面，對，就是反過來，對，對，這樣跟你後面只是反壓力嘛。哦，對，顧客的頭才不會一直晃動。按摩的部分我在學校有學過，可是不知道是我今天太緊張了還是怎麼樣，就是我覺得我自己沒有按得很好，所以還是有待加強。像洗頭髮也是，因為洗頭髮其實在學校我們就沒有很顧慮說弄到臉怎麼樣，可是當在洗老師的時候，我超害怕的，我說一臉都噴濕了怎麼辦？就會很害怕。水再進去。你不覺得你沒有拍到水？對，非常好。對，在他幫我服務的過程當中，我可以看得出來，就是事實上是沒有任何經驗。我可以這麼說，就是所有的流程先不講，光洗頭起泡這些東西都是不行的。就是在我們職場上來講的話，就是完全是沒有辦法服務客人。看起來遺憾嘅表現，本飛健先生有一些什麼哦？
好的点度嘅营业时间够贴咧，还有开一个教学嘅课程，嗰所先生日日爱意涵去参加，未希望佢做得好好把握一个学习机会。当我知道这边有上课的时候，会觉得啊好累哦，还要上课哦。可是我觉得还是多少要去学一下，我觉得要带一点知识回去吧。把把尾卷进去。那我们的公式是135652343，对，135652343，对，3就是这边是3卷嘛。好，换你来试试看，135，5就是这个一半，这个一半，然后5卷。这个一半，这个一半。对，就是2卷2卷的中间这样。那个厚度差不多，但是可以不用这么宽，没关系。对对对。他们是叠砖式的排列，就是跟学校教的不太一样的包头。在后面的时候，老师也叫我亲手去试试看的时候，其实会觉得其实没有那么难，只是你要花时间去背跟熟练度而已。刚刚上课上的如何？还蛮新奇的。新奇。学校都教丙检，然后基本上不是教这个。OK， 你这个位置。你有没有看到45度？有。因为你这样子卷过来的时候，它是很紧的。当我这样可以看到我的尾巴，对不对？拉，就轻轻的拉。有没有看到我尾巴转进去了？有。转进去的时候就是往下。你这样可以省掉非常非常多的时间。对。意涵今天的上课状况，我觉得他挺用心的。我觉得他的感觉是很新奇，跟学校的教的都不一样。包含他今天也跟我讲说，我这样卷我的客人会痛吗？还是拉扯我的客人的头发的状况是什么样？这些都是他觉得他今天有所学到的。我觉得他的上课状况是算非常好的。那其实以我们在职场上那么久的经验，其实今天是不准的。今天是真的不准的，因为今天来讲是我们初次见面，人都是会比较客气跟拘谨，对。那事实上，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明天他的态度是怎么样。对。毕竟先生讲嘅清正确哦，当好嘅学习态度，其实要当长时间来观察。不过人家都对休息过后，一项主通愿意留下来继续练习，根本你上课教嘅包头，就第一有一个唔认输嘅心。就做得看出来，佢当上爱日日提升自家嘅专业技术咯。可以快一点吗？赶时间。他根本就按不到，那个这样按的话，就等于是在摸你。我的头发都没试看，你这样会洗吗？要不要请设计师来一下？好。天啊！天意嘅这场体验，一下就对正面拍嘅条路正式来开始嘅。不过可能系对环境较熟悉嘅，无限贴准备嘅条路，佢行当主通嘅来到飞剑线上嘅顺学来观摩学习。主通邀请学子做得做佢学习嘅对象哦。因为昨天老师叫我说要多加练习按摩，对，可是我可能因为接触客人太紧张，所以可能没有办法，可能就是请学姐帮我教我一下，我按他，他就跟我说哪里按不好，哪里需要加强，然后他们基本上会按到哪里。那你们通常按摩是按多久？就是按多重？就是正常，除非客人说要加重，我们才会加重，不然就是一般的按摩的力道这样。可是那个连贯性要好一点，就是按下去的连贯性好。因为基本上学姐讲的，就是我都知道，只是可能是我的力道那一些还要需要加强，跟手劲的部分。那按哪里我大概知道。可能係有練習過嘅機會，本日行根本嘢設置老人下作業嘅時節，你無限緊張嘅。
不过伫专业嘅体检先生看起来，才看到嘅是个问题哦。一开始我在观察一涵在服务客人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脸部表情没有笑容，对，那就是不够专注，总是眼睛东飘西飘，看看旁边怎么样。但事实上你在服务客人的时候是不行的，你要很专注在你的客人身上。对，那当然他在问客人说，可以吗？我相信客人也是客气的跟他说，没有关系，这样可以的。对，但事实上，依我的标准来看是完全不行的。经过先生嘅提醒，一涵长知道7家年来有唔专心嘅问题，好得了解遇到嘅好嘅人客，希望会话除了会本人家知道唔专业以外，甚至于还会影响到店嘅招牌哦。故所希望一涵面对下一个人客嘅时节，天朝要加强专心留轻浮啲咯。这边有头发。哦，好，我等下帮你牵理好。你拿个毯子给我，找一个毯子。好，那直接哪位设计师吗？没有。好，稍等一下。那你要茶水跟杂志吗？要。好。可以快一点吗？赶时间。哦，好，不好意思。你的茶水跟你的杂志。缺你要按摩吗？要。好。那力道可以吗？还是太大力？再大力一点。你平常去外面按摩好像都不是像你这样按。因为我刚学，所以会比较。那有别人吗？都在忙吗？对，现在都在忙，不好意思。那你直接帮我洗好了。帮你洗吗？直接帮我洗头。好，稍等一下。可能是我没有按到他想要的地方。对，然后也可能是我平常训练的不够，所以才会导致现在刚刚客人这种状况，还蛮难过的，对啊。可是没办法，还是必须要做。他根本就按不到，就是他只是在使力在你肌肤上，就是滑动而已，就是一直晃你，他并没有按到酸的点。那这样按的话，就等于是在摸你。就有点不耐烦。我觉得我做错了。对啊，你就是我的头发还没拆。对，我觉得我做错了。我的头发都没梳开，你这样会洗吗？就还在努力。要不要请设计师很帅？好，等一下。可是我有点错愕，就是可能我还没有帮他弄头发，我就先去洗发精，然后。刚刚按摩也没有按得很好，然后，对，有一点反应不太过来。他找我的时候，他其实心里有点慌了，所以我那时候的感觉是觉得他不想要再接触这个客人，对，他的心里已经有点障碍，对。因为其实老师都有教我，结果好像我都没有做好，然后该按到的地方，该按摩按到的地方我都没有按到。对，然后直接被打枪，直接叫设计师过来，其实还蛮难过的，就是觉得自己怎么这样子。面对到这状况，第一摆遇到嘅失败，本一涵知道当伤心，不过佢当坚强，老母做出题，还喺决定而嗰一摆企起来，继续转到人客嘅面前，走好自己嘅条路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让你久等了。那个，刚刚对不起，因为我是新来的助理，才到职场上2天。对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可以请设计师来帮你洗，也麻烦你让我在旁边观摩，这样我才会学得比较好。先帮我梳开吧。梳开。我不知道长头发洗发前没有梳开，洗头很痛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没有学到这些，对不起。那速度可以加快吗？好。那小姐，我现在帮你洗头。你是用冰水帮我洗吗？它刚有点加水。这是完全是冰的吧？那不好意思，我帮你用温的。一涵今天
拿冷水瓶去帮客人洗头的时候是极大的错误，对，因为毕竟洗发精是冷的，是冰冷的，你直接再加上冷水是很可怕的事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常识，但是他却犯了这一个错误。相信一项只家的聽眾冇想到，讓會出咁多冇專業嘅問題，可能正經係太緊張嘅。不過對佢一上來有好嘅表現，情形生命越來越好。天啊！这个小心。对不起，抱歉，对，不好意思哦，没关系。帮他冲头，就是洗干净头发的时候，把那个水柱不小心喷到他的脸。对，其实感觉还蛮抱歉，因为他其实有化妆，对我还喷到他脸，而且不止一次。其实意涵到冲水的位置上时，其实他有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做到的。那光4个水温就已经忽冷忽热。其实以我本身自己顾客，我也觉得我是来洗3温暖嘛。对，就是其实有太多小细节是没有做到好的。对，那再来就是后续他因为喷到客人的脸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疏失，就是事实上他不应该犯这种错误的。对。安陽看起來，伊含基本嘅嘅表現，可能得唔到人客嘅幸福誒。不過殺下來之後，有必見先生自家來接受，伊含請做的啲順項來觀摩，好得經過必見先生嘅考述，佢嘅造型總算完成咧，未做得看到人客面淡薄嘅笑容。OK， 謝謝。你覺得今天如何？还是需要再加強。需要再加強。OK， 有沒有覺得今天非常的挫折？还蛮挫折的，一路挫到底。没有挫到底，还蛮对客人很抱歉。其实这位刘小姐是老师的好朋友，对，是老师特地安排来给你，让你体验一下职场上的一些会发生的状况。我只是让你提前感受这样的情景，那或许这样子以后就不会造成今天那么多的窘境。这样。我觉得我这2天在观察你，我觉得你的脸上的笑容表情太少了。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。当你笑容多了，客人就会觉得你很亲切。不管设计师助理跟客人看到，就会很喜欢。我们董事长常常讲说，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要垂低明求优嫩卡丘给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口诀，我也希望你把它记下来。不管你以后是不是学这个行业，或者是到了别的职场，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可以惯用在本身身上的一个口诀。那么我希望你可以持续的努力加油，朝你的梦想之路前进。譬如一兩天上班，然後到很多東西，也發現老師教的東西冇夠用，可能因為冇上班的經驗，所以沒有好好的表現。很感謝會覺老師愛新的教案，還有伙計們對我同多的幫助。入擺嘅體驗對我有同大挫折感，不過我還會攞我的理想前進，做一個有名的設計師。如果入擺嘅體驗，我哋我需要買嘅東西。我會加油嘅。